大家好啊，歡迎嚟到牛丸佬嘅頻道。開始之前記得用你哋嘅發財小手訂閱同埋讚好，仲要撳埋個鐘仔，咁樣一有新片時你就會第一時間知道噶啦。今日我要講嘅唔係純粹嘅新聞重述，而係試圖用工程、材料同制度嘅角度去拆解一個問題。如果棚網、保護網同承建商當初聲稱達到阻燃要求，點解呢一場火竟然會由地下10幾分鐘之內竄上去頂層，造成咁多傷亡？呢個問題唔單止係技術性，亦關乎監管、採購、執行，甚至社會對風險嘅認知。先講一件大家留意嘅事，現場消防、警方同媒體都指出，真正加速火勢嘅疑犯，好可能係窗邊被包上嘅發泡膠板塑膠覆層，而唔係單純嘅竹棚或者棚網本身。換句話講，雖然棚網聲稱阻燃，但一旦有大量易燃發泡膠連續分布於每層窗外，佢哋會形成一條連續嘅可燃帶，火焰可以沿住呢條帶快速傳播，導致火勢像外牆煙囱一樣向上跳躍。HK1 與多間媒體都有報道，現場發現呢啲發泡膠係分布喺好多層電梯大堂窗外。警方已指出，不可排除係加速火勢嘅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大家唔好淨係停留喺容易燃呢個字面意思，要理解燃燒快速蔓延，需要觀察3樣事：材料本身嘅可燃性、材料之間嘅連續性，有冇形成傾向傳火嘅連續面，以及外界環境條件、風向、風速、樓體幾何形狀、玻璃破裂後嘅氣流。發泡膠類嘅材料入邊呢，有好多係聚苯乙烯、聚氨酯或者其他低密度泡沫。呢啲材料一旦着火呢，會釋放大量燃燒性氣體同埋高熱量，並且容易滴落燃燒物，繼而點燃下層或者外牆其他部分。當發泡膠貼喺窗外形成一連串包覆嘅時候，火焰唔單止係面對一個點燃源，而係面對一條條帶式燃料，傳播速度可以極快。此外，如果窗玻璃喺受熱後破裂，室內嘅空氣會被吸入火區，變成一個強勁嘅對流，令火勢在垂直方向上迅速吸上去。呢種機制同2017年倫敦 Grenfell 火災出現嘅外牆覆層蔓延，以及火焰穿過窗縫進入室內，室內外形成火勢傳播鏈係高度相似嘅。國際同本地專家已經指出，外牆覆層同窗邊保護方式對於火勢擴散作用決定性往往比單一嘅棚網是否阻燃更關鍵。而家講返棚網達阻燃要求呢個口徑，值得留意。所謂阻燃唔等於不可燃，阻燃通常係指材料經過某類標準測試，例如短時間燃燒、燃燒速度或者溶滴量測試，符合某個等級。但喺實際現場，你面對嘅係複合情況，材料會同其他物料共存，例如防水帆布啊、塑膠布啊、發泡膠、木板等。並且可能有錯誤嘅安裝方式或過量使用。好多時候一啲物料只係局部阻燃或達到某個實驗室測試標準，但係當佢哋被剪裁、摺疊、重疊或者密集鋪設時，原本嘅阻燃特性會被大幅削弱。換句話說，單件材料通過測試並唔代表整體施工系統都安全，尤其係當施工方選擇以成本為優先，用大量發泡膠去遮掩窗口，而唔係用專業防火覆蓋物嘅時候，成個系統就可能成為火勢加速嘅幫兇。香港消防處同警方已指出，現場有多種材料，棚網、防水帆布、塑膠布、發泡膠，被消防發現受火後蔓延速度比一般合規物料快。政府亦已成立工作組去進一步抽驗物料記錄與測試報告。再深入一面，工地保護措施嘅設計原本係為咗避免施工時碎石、飛沙撞破玻璃，用薄板或者保護網暫時覆蓋窗口，屬於臨時保護。但係如果承建商喺操作上把臨時保護變成長期遮蓋，或者係為咗省錢而大量使用非阻燃性發泡膠，因為發泡膠成本較低，施工方便，呢啲臨時物料就可能被當作永久性遮蓋，從而形成長時間佔據外牆嘅可燃物。根據宏福縣業主立案法團早前上載嘅工程通告，
承建商宏業曾只會使用發泡膠板完整遮蓋單位外牆窗玻璃作保護，完成後再鑿窗邊，並臨時以薄木板或者中空板遮窗，完成後即時移除。不過實際上現場發現好多層仍然可見發泡膠，警方質疑係施工管理監督出現缺失，呢點係監管角度極其重要。規範可能存在，但落實與抽驗唔足夠，風險就會擴大。仲有一個容易忽略但係致命嘅細節，風。香港天氣多變，尤其喺大廈群間嘅風道效應，能顯著影響火焰傳播路徑。如果起火嘅時候外牆有強風，火焰可以被吹喺外牆表面蔓延得更快。同時，風會促進熱對流，令火焰容易突破窗戶保護層。一旦外牆上有連續燃料帶，例如每層窗外都有發泡膠，風會將火焰向上帶動，令火勢出現階梯式上升，形成短時間內由地下到頂樓嘅快速擴散現象。國際案例亦都顯示，外牆覆層嘅材料、接合處以及風力條件共同決定着火災嘅垂直蔓延速度。基於以上材料與機理分析，得出幾點關鍵疑問，同時都係需要官方調查去回答嘅重點。第一，棚網或保護網真係完全達到適用嘅阻燃標準咩？第二，發泡膠等覆蓋物嘅來源、型號、測試報告係咪合格？第三，施工檢查記錄、施工期間嘅臨時安排，例如幾時鋪設、幾時移除，係咪有依法記錄並被抽驗？第四，承包合約係咪喺招標時對安全條款、使用物料明確規定並有監管機制？警方同政府公佈已經指出會追查物料測試報告，並對宏業其他工地進行巡查。香港電台報道指出，屋宇署已分批巡查涉及棚架保護網嘅現存項目，並要求喺7日內提交檢驗文件，並抽取樣本測試。依家我列出宏業建築工程有限公司而家嘅所有工程，官媒與主流媒體已經披露或可查嘅有以下幾項。按公開報道與業主文件，沙田瑞河苑、屯門怡樂花園、炮台山富澤花園富家閣、跑馬地南塘花園、北角光超台、旺角伊利大廈、深水埗景業大廈以及宏福苑大維修等。政府亦都表示，宏業另涉另外11項私樓工程會由屋宇署巡查，但官方當時未公開完整名單。媒體進一步揭示，部分屋苑例如炮台山、屯門個別屋苑，由業主或居民提供嘅檢驗報告顯示，所用棚網生產商來自內地。檢驗報告喺生產商或者檢測中心網站上未必能查到，或出現記錄缺失或者查詢唔到。政府已要求承建商及註冊專業人士提交相關文件以便抽查。簡單總結，媒體已確認嘅個別項目有屯門怡樂花園、炮台山富澤花園、富家閣、跑馬地南塘花園、北角光超台、旺角伊利大廈、深水埗景業大廈以及宏福園本身，但完整嘅現正進行工程清單，官方尚未一次性公開。最後，我要清楚交代，目前公開資料顯示，棚網曾經被檢定為阻燃嘅說法係存在嘅，但係警方與消防處已指出，起火後嘅物料表現不尋常，發泡膠封窗係明顯嘅可疑物料，而屋宇署正尋求更多嘅檢測樣本，包括向內地尋求支援測試能力。呢啲資訊表明，單靠廠方或供應商出具嘅合格證明唔足以完全保障安全，更需要政府、工程顧問、業主立案法團及承建商之間有立即且透明嘅問責與追查。至於宏業現時涉入嘅所有工程名單，基於公開來源，目前能確認嘅項目我已列出。